大家好，我係你嘅節目主持人黎天慧 Winifred。時裝工業咧就同其他行業一樣，有好多創意豐富嘅人才，但同時咧亦都有好多頭腦精明嘅生意人。咁究竟設計時裝係用嚟表達一己嘅情感同視野啊，定係謀生賺錢呢？咁其實成功咧就係兩者兼備，商業與藝術嘅平衡。新一代咧就未必知道 Jean-Paul Gaultier 咧當年有幾咁犀利，但係我哋呢啲咧喺80年代長大嘅人咧就不能忘記佢叱咤時裝界嘅威力同埋震撼有幾咁犀利。全球最受歡迎嘅女歌手麥當娜咧，亦都係揾咗佢設計演唱會嘅服飾。咁我好記得啦，即係 Blonde Ambition Tour 嗰個即係 Comb Bra 咧一出咧，哇！全世界譁然。過咗20幾年之後咧，依然係咁 iconic， 仲喺度巡迴展覽緊㗎。而法國優雅品牌愛馬仕咧要開拓時裝設計咧，亦都係揾咗 Gaultier 嚟助陣嘅。咁踏入黃昏之年咧，一向鬼馬好玩、笑面迎人嘅 Gaultier 咧，未必係做緊最尖端嘅潮流。咁但係咧，佢仍然用時裝設計咧作為一種創作手法同埋意見表達嘅渠道㗎噃。2011秋冬咧，Gaultier要挑戰呢個世界對老女人嘅睇法。年輕嘅模特兒咧梳咗灰白色嘅蜂窩頭，然後將上身嗰邊代表巴黎中產階級嘅外套咧除咗落嚟，掉喺地下。Gaultier咧將時光倒流翻去美好嘅60年代，所以你會見到微微嘅漸薄啦。明顯嘅腰線令到衣衫望落去好稱身，睇落去咧好似兩件頭嘅套裝，其實係一件過嘅風褸。模特兒咧除走咗件外套之後咧，就代表咗拎走法國中產階級嗰種好老化嘅眼光同埋思想。咁展示出嚟嘅咧就係一啲好好玩嘅圖案同埋設計，好似格仔啦、波點啦，同埋階磚嘅圖案，一啲都唔老㗎。衫裏有衫咧固然好得意啦，咁但係話題性咧就遠遠唔及 Gaultier 將佢嘅模特兒扮老晒啦。你見到第一位打頭炮嘅咧，其實係法國節目女主持，咁佢得40幾歲嘅啫，但係 Gaultier 咧就將佢扮到好似60幾歲嘅即係嬸嬸咁啦。而其他嘅 model 咧都無一幸免啊，20幾歲嘅咧一樣要扮到好似40幾歲咁。咁點解咧？因為設計師咧想去挑戰我哋對年紀嘅睇法，佢呢個設計嘅系列咧就係叫做 Bourgeois Sans Âge。咁人人喺21世紀都咁怕老，咁年老色衰究竟係代表咗啲咩嘢呢？永恆咁追求青春，心態係咪有啲唔係好平衡呢？而Gaultier咧，我覺得佢最主要咧係要挑戰時裝界，或者要令到時裝人反省，因為時裝工業咧係崇拜青春嘅推波助瀾者，成日用啲10幾歲嘅少女去銷售時裝。咁究竟我哋係咪有少少需要反省一下呢？2011秋冬嘅女裝咧就挑戰我哋對年紀嘅睇法啦。男裝咧就玩雌雄莫辨，雖然係以剛強嘅鐵金剛做主題，但係佢揾咗當紅嘅澳洲模特兒 Andre 行 show。咁 Andre 咧一向係以男生女相嘅 feminine 氣質而聞名。當你見到一個個好 man 嘅 model 出場，以為冇咩特別啦。咁喺呢個時候咧 ，Andre 一登場，佢披住一頭曲髮，好優雅咁着住個開胸恤衫行天橋，氣氛咧即刻唔同晒。之後咧亦都有幾位着住西裝嘅男模特兒咧 set 咗長頭髮嚟行 show，而 ending 咧又係 Andre。佢咧着住咗貴婦嘅外套啦，婀娜多姿咁完成咗今次嘅時裝 show 嘅。Gaultier 咧自己係一個好好嘅例子嚟㗎。咁雖然咧年紀唔細啦，咁但係咧依然好有活力，好好玩，大家都覺得佢係一個老頑童。而新一代嘅天后咧 Lady Gaga 咧，亦都係用一種朝聖嘅心態去拜訪佢。咁或者咧佢自己就係一個好好例子，去證明咗忠於自己嘅人咧，其實永遠都有擁躉嘅。2012春夏咧 ，Gaultier 繼續佢貪玩同埋 dramatic 嘅個性。時裝 show 咧模仿50年代嘅 fashion show， 冇音樂。咁佢行嘅時候咧就只係有法文同英文嘅敘述，咁基本上咧係挑戰緊時裝人嘅耐性極限嘅。半開放式嘅後台同埋場館裏邊嘅座椅咧就係所有裝飾啦。model 咧攞住啲號碼牌咧喺個觀眾席裏邊行嚟行去，就好似 buyer 去 showroom 揀貨咁樣樣。咁雖然冇乜嘢觀感嘅刺激，咁但係衣服設計咧就好精彩，幾乎係 Gaultier 嘅經典重演。佢好拿手嘅 pinstripe 條子西裝布啦，又好似 tattoo print 嘅絲襪同埋衫啦。
解體西裝同埋恤衫，將 corset 當面衫着，幾乎係將當年最受歡迎嘅款式逐一呈現。除咗滿足一眾忠心 fans 咧，更加係俾機會一啲後生仔着上身去見識下佢嘅經典設計㗎。C'est vrai que le verre aussi, le verre, c'est vraiment crade. C'est dans mes viscères, c'est du verre, de verre de terre. Hey, le verre n'aime personne d'ailleurs non plus, le verre n'aime personne, il s'en fout. Et il cogne quand il se fout en rogne. Mais le verre,嗱，大部分嘅 brand 咧都係講緊市場推廣啦、銷售策略啦、名人示範。咁 Jean Paul Gaultier 咧算係現今少數仍然能夠保持自己嗰份童心啦，用一種好好玩嘅心態去做時裝。咁好似我手上面呢隻鴨啦，望落去都已經好得意啦，係咪？咁但係撥開咗呢個放大鏡咧，原來咧仲有一粒石喺裏邊，就好似一隻放大咗嘅鑽石戒指咁，係咪好好玩先？咁其實咧好玩咧，唔單止係時裝嘅靈魂，亦都係做人嘅精髓。最緊要好玩啊嘛！嗱，咁我覺得咧，Gaultier咧唔單止係一個設計鬼才，更加係一個好有智慧嘅人精咯。嗱，歐美嘅經濟咧叫人不知所措，咁喺咁嘅時候，歐洲嘅名牌可以做啲咩嘢咧？大部分咧就將個火力向東移，去開拓亞洲市場。咁但係扎根羅馬嘅 Fendi 咧就另有諗法啦。佢覺得咧呢個時候咧更加應該將意大利嘅強項發揚光大。咁於是咧佢就做咗兩件事。第一咧就係同意大利嘅同鄉 Maserati 啦合作咗一部跑車。第二樣嘢咧就係將意大利嘅傳統手工藝推廣開去。第三代傳人 Silvia Fendi 咧，細個嘅時候咧就坐住佢爸爸嗰架 Maserati 咧喺意大利四圍去玩，咁咧就喺呢一個咁美好嘅回憶咧，促成咗今次嘅合作，一齊做咗一架跑車。而我上個月咧都去咗羅馬，見識到呢一部 crossover 嘅跑車，咁啊令到我覺得印象最深刻或者最記得嘅咧就係架車咧望落去明明係灰色嘅，咁但係咧原來係溝咗 Fendi 嘅黃色落去，咁要喺太陽或者好特別嘅燈光下邊咧就會見到嗰層黃色啦。咁而佢哋咧就請咗羅馬嘅節目女主持，即係好似我咁啦，就揸住呢一架跑車喺意大利咧四圍去探訪唔同嘅手工藝匠。Maserati 咧同 Fendi 都係歷史悠久嘅意大利品牌。今年佢哋合作推出特別版 Gran Cabrio Fendi。嗱，呢架車咧係以車廠2011新款 Gran Cabrio 雙門開篷跑車做藍圖㗎。車身用技術獨特嘅 Grigio Fiamma Fendi 3層烤漆技術，先用深灰色打底，然後加亮金色嘅表層，令到車身充滿光澤感。內籠咧係用黃色嘅 Pergamena Fendi 木紋飾板，座椅上邊嘅 Double F 咧一睇就知道係用咗 Fendi 最出名嘅 Selleria 皮革技術，每個步驟咧都由專人去負責，一針一線咧都細緻準確。嗱，佢哋咧就用咗水啦、火啦、土、空氣呢4個元素咧去包裝成件事，咁就包括咗歌劇嘅戲服啦、香水啦、朱古力啦、蠟燭啦，同埋pizza啦，仲有洋酒嘅酒莊啦，甚至係遊艇㗎。咁內容咧可算係包羅萬有㗎。水咧令意大利人諗起水都威尼斯，咁呢度咧每年都會舉行面具嘉年華，人手製嘅面具咧係好值得表揚嘅傳統手工藝嚟嘅。Noi abbiamo fatto le maschere prima del carnevale. Adesso molta gente riconosce il carnevale di Venezia attraverso questo volto neutro senza espressione decorato. 香味係透過空氣傳開去，香水都一樣。咁呢一間歷史悠久嘅香水廠咧，對香水嘅生產過程要求好高，而佢哋對香味咧亦都有自己嘅一套睇法嘅。Profumi naturali hanno degli effetti totalmente diversi. Non si riconosce a volte da una persona a un'altra. Devono essere gli altri a sentire il fascino di questo profumo. La personalità del profumo si deve compenetrare con la personalità di chi lo porta, se ce l'ha. 拿波里 Napoli 咧係薄餅嘅發源地 ，Pizzeria Michele 咧係呢度其中一間老字號。
要焗一塊香脆美味嘅薄餅咧，師傅一定要好識得掌握火候。Michele è un'istituzione a Napoli e forse nel mondo. Fuoco per noi diventa forno, diventa fiamma. L'ultimo dei grossi pizzaioli è mio zio Gigino e mio zio Antonio. Loro nel momento in cui fanno la pizza è quasi come se facessero un quadro, quindi qualsiasi elemento viene messo sulla pizza non viene buttato così. Loro stessi nel farlo si beano nel guardarlo. Ecco. 釀酒咧係一門味覺嘅藝術，但係葡萄嘅味道咧就直接同泥土有關啦。La qualità del vino nasce dalla qualità dell'uva che nasce dalla qualità del territorio. La terra è la base di tutto, perché uno la chiama terra madre. 嗱，近年咧好多品牌咧都染指旅遊指南㗎，而我覺得 Fendi 呢一個 The Whispered Tour 咧就好值得參考，因為叫得 The Whispered， 即係唔係人人都知，人人都識得去㗎。而我自己咧喺羅馬咧跟住專人咁樣行咗2日咧，就覺得學到好多嘢啦。咁旅遊本質咧本來就係增廣見聞，係咪？咁所以咧呢一次羅馬之行咧都算係收穫甚豐㗎。歌劇咧喺歐洲一直都好流行，意大利喺文藝復興時期咧更加有好多精彩嘅劇目。舞台服裝咧係一門充滿藝術氣息嘅手藝，裁縫透過一針一線慢慢將過去同現在連繫一齊。La moda maschile è un po' monotona perché si fanno sempre le stesse cose. Il costume invece è sempre in evoluzione, anche se è una cosa vecchia, però noi facciamo sempre cose nuove e cose interessanti. 朱古力咧係用可可豆去做，咁優質嘅可可豆咧，只要經過悉心嘅加工咧，就可以做出令人回味嘅香滑朱古力，甚至會令你諗起好多開心嘅事。Ognuno di noi può avere dei ricordi di consumo del cioccolato legati a un momento di passione e di emotività.部 crossover 跑車咧就唔會公開發售啦，因為係限量製造㗎。咁但係佢哋嘅呢個 travel kit 咧就人人都可以買。咁呢個旅行套裝咧總共有10個設計，咁就用 Fendi 嘅 Selleria 皮革嚟做㗎啦。咁上面亦都釘咗 crossover 嘅銀牌。而我咧已經率先喺意大利咧買咗呢副黃邊嘅太陽眼鏡，香港咧要2月先有㗎。大家好，我係你嘅節目主持人黎堅慧 Winifred。嗱，我一向咧都中意食日本菜嘅，咁唔單止因為佢哋用料好講究啦，精選最當時得令嘅食材入饌，賣相好有意境咧，亦都係我中意嘅原因之一。咁喺呢方面咧，懷石料理咧都算係其中嘅極品啦。但係好似我咁嘅人啦，嘴刁，中意食好嘢，但係又食素嘅人咧，其實係越嚟越多，亦都咧令到高級食肆咧要趕上潮流，去推出素食嘅懷石料理。咁嗱，今日咧我就嚟到我好中意嘅餐廳道谷啦，去試佢哋新出嘅素菜懷石料理啦。咁唔食素嘅你咧，可能會覺得哇，冇肉嘅都要賣咁嘅價錢。但係如果你係食素嘅，好似我咁咧，你就會好欣賞呢一份咁嘅手勢同埋心思，因為素菜咧係難煮10倍有多，我係會俾得好心甘情願咯。
幫我哋預備食材嘅師傅谷川茂 Tanigawa さん咧，係呢度嘅行政總廚。佢曾經喺日本嘅攤萬同埋新派懷石料理 YZ、Kansai 等名店做過總廚，而佢擅長咧就係做懷石料理，既要精選時令嘅材料，又要因應材料特色而做出精美嘅賣相。要求嘅除咗係廚藝，仲要有創意。而 Tanigawa さん咧可以話係呢方面嘅專家啦。まずベジタリアンをやってる意味はですね、ここは外国人のお客さんが多いのと、あと香港もベジタリアンの人がだんだん増えてきて、それに対応するために一つはベジタリアンと、あといろんな種類のメニューをやるようになりました。成個懷石料理咧，一共有7道菜式，前菜係新取菜、柿乾、銀杏、百合根，之後有芝麻豆腐、鮮腐皮、茶碗蒸蛋、鮮番茄無青沙律、季節野菜拼盤、聖護丸蘿蔔、金時金筍燒麥、冇蓉栗子飯，最後就係甜品啦。まずメインの焼き物に使ってた野菜は、これは京野菜といいまして、京都で作ってる、ブランド野菜です。あと前菜のシントリナとかは、これは東京で作ってる、白菜に似た野菜です。あと天ぷらは鹿児島の安納芋という今ちょうど美味しく甘い芋で使っております。頭盤用嘅新取菜咧，睇落好似白菜，而佢嘅味道咧亦都係好清甜嘅，產量亦都好有限，價錢唔平㗎。通常咧高級嘅日本料理咧先至會用㗎。佢冇青菜嘅澀味，所以咧煮嘅時候只要用油炒香，然後加埋上湯煮一陣就可以上碟啦。配菜咧好似柿乾、銀杏同埋百合根嘅顏色咧都唔算太搶眼，所以咧廚師就用咗鮮黃同埋紅色嘅器皿去襯托，睇上去會醒神啲，咁就會開胃啲啦。燒麥方面咧用咗聖護丸蘿蔔同埋金時金筍，呢兩種植物咧只係秋冬先至有嘅啫，兩款都屬於京野菜，即係日本本土質量最好嘅時蔬。點解要用佢哋呢？因為佢哋嘅味道比較濃，而且特別多汁，用上湯煮完之後煎香佢就可以上碟啦。配料嘅冬菇同埋豆苗嘅顏色咧同蘿蔔好襯，4樣材料放埋一齊咧顏色好豐富，所以襯翻個灰白色嘅闊身器皿咧就可以啦。秋天咧亦都係食冇蓉嘅季節，新潟縣嘅冇蓉咧屬於濃味嘅菇菌，用佢嚟煮煲仔飯咧就最適合不過啦。因為響煮熟咗之後咧口感係好軟熟嘅，同另一款配料軟綿綿嘅栗子咧係好唔同嘅。廚師用傳統嘅砂鍋去煮飯，因為砂鍋傳熱好均勻，而煲飯嘅時候咧係用上湯而唔係清水，所以煮出嚟嘅飯咧帶些少淺啡色，食入口嘅時候咧亦都唔會淡茂茂咯。我身邊呢位就係谷川茂師傅，係Tanigawaさん。係你好，嗱我都想問下你啊，你煮開咧懷石料理啦，咁就講究即係賣相啦、精緻嘅手勢啦。咁而家咧要做一個素菜嘅懷石料理，咁其實個難度咧係咪比你平時煮開嘅素菜會更加高咧？まず食材が限られるので、例えば変化をつけるためにこういう焼き物をね、するために。そのまま焼いたんでは美味しくないから、例えば一回煮てそれを焼く、そういう手間をかける料理、そういうふうに心がけます。即係要做多啲準備功夫添咯。嗱，我咧都一向知道素菜咧就比其他餸咧就更加難煮㗎啦，因為我自己咧食素我都覺得好高挑戰性嘅，即係咁中意都係覺得好難煮。咁而師傅咧可以諗到咁多菜式，又煮出味道咧就好唔簡單。嗱，咁我想問下你啦，呢個 tempura 啦係即係稻谷最出名嘅餸啦，咁會唔會係相對之中比較容易啲即係控制嘅咧？天ぷらはですね、素材が一番わかるんで野菜に向いた料理です。咁同埋我又想問下啦，嗱你用咗呢個苦飯嚟做主菜啦，咁點解呢個苦飯你會揀栗子嚟入贊呢？でご飯はですね、1種類の食材では美味しくないんで、2種類3種類合わせて炊き込みご飯にした方が美味しいです。咁其實咧我都喺秋冬季節咧都好恨食即係煲仔飯啊或者苦飯，但喺市面上咧淨係得到肉。咁而家咧喺呢個師傅身上咧學到原來栗子咧都可以煮出咁美味嘅苦飯啦。咁我秋冬咧又有一道新嘅嘗試啦。嗱，我第一次食到素嘅懷石料理咧就喺京都，咁佢哋有一味菜咧就叫做豆腐刺身。咁食完之後咧，
念念不忘。因為豆嘅鮮味同埋好清香嘅醬油咧，就好似人生提煉出嚟一種嘅精華味道。咁今日咧，我嚟到呢度咧，食到佢前菜用嘅豆腐白汁咧，就有一種好接近嘅感覺啦。嗱，我咧就好中意精緻事物嘅，咁好似佢哋呢度咁啦，用嘅鹽咧就有海鹽啦，同埋自己調製嘅綠茶鹽。雖然係少少意思嘅餐桌用鹽，但係就已經好有心思。呢啲咧亦都係可以提升生活嘅細節。嗱，我哋嘅工作咧係我哋嘅好大嘅部分，反映咗我哋嘅興趣啦。例如你係攝影師，咁應該係對攝影有興趣啦。而時裝設計師咧，一般嚟講咧都係好中意時裝嘅。咁但係其實咧，時裝設計師嘅興趣咧係可以好廣泛，除咗衫以外咧，可以有好多方面咧都揾到佢嘅設計靈感。咁好似美國紐約嘅 Ralph Lauren 啦，佢咧賣嘅咧係 American Classic， 做嘅係美國經典，但係佢自己本人咧就好中意收藏古董車同埋古董錶嘅。咁新新舊舊加埋嘅汽車收藏啦，有成60幾架，咁甚至喺巴黎嘅裝飾藝術博物館咧開過車展嘅。咁點解我會知？因為佢對跑車設計嗰種欣賞，對機身零件嗰種敏感度咧，係啟發咗佢做一個腕錶嘅系列。咁呢一次咧，亦都係品牌第一次咧設計腕錶同埋珠寶。嗱，而香港半島酒店嘅店鋪咧，係亞洲唯一一個銷售點可以買到佢嘅腕錶同埋珠寶嘅系列。咁你見到我今日咁 grand 咁優雅，就知道我係落嚟揀嘢啦。點解？12月好多應酬啊嘛！呢個品牌今次推出腕錶咧，係同 Richemont Group 合作嘅。咁除咗外表有睇頭啦，佢嘅機芯後台咧都相當強勁嘅，分別有集團旗下嘅 IWC、積家同埋百爵錶、Sporting Chronograph Black Ceramic 錶殼、錶冠同埋錶鏈咧都係陶瓷。錶殼咧特別用瓦面處理，感覺咧好低調。黑色嘅錶盤咧襯埋白色嘅黑度，夠晒經典。咁手錶中間嘅計時秒針咧就用咗搶眼嘅紅色。靈感咧係嚟自 Ralph Lauren 中意嘅跑車品牌法拉利，佢好巧妙咁將 Ferrari Red 融入咗腕錶設計之中。Stirrup 嘅外形咧就好似一個馬燈，馬燈咧就係騎馬嘅腳踏，亦都係品牌好 iconic 嘅圖形。嗱，暫時咧就未有其他品牌用馬燈嚟做錶嘅外形噶。咁呢個系列嘅腕錶咧係分大、中、細3個 size， 而唔係分男女裝。因為咧而家越嚟越多女仔中意戴 oversize 嘅腕錶。咁除咗報時咧，仲有計時嘅功能。想 grand 啲咧，可以揀鑽石版本。製錶技術嘅精湛咧，就可以喺 Slim Classic 嘅系列裏邊見到啦。嗱，手錶好纖薄，因為佢係以代錶作為靈感。咁錶面裝飾咧係採用極之罕見嘅工法 guilloche， 咁即係黑格去做成嘅。外圈至到中央咧，一共有80條紋路，佢哋交織出立體嘅大麥粒花紋。每條紋路咧都係由大師級工匠用古董進刻工具去完成，速度同力度都要好穩定，以確保圖案對稱。雙鑽版嘅 Slim Classic 咧，要求每一粒鑽石都切割精準，因為最終咧要砌出一個圓形，而工匠咧會逐粒逐粒咁樣鑲入去。鑲好晒之後咧，要做多次打磨，確保呢一圈鑽石係平滑無瑕嘅。促成今次合作咧，就係事緣 Ralph Lauren 咧有一次就同 Richemont 集團嘅老闆即係食晏啦，咁啊大家傾偈就發現原來大家都好中意古董車，大家都好中意古董錶，趣味相投，咁不如合作咯。咁啊合作咗之後咧，做咗呢個腕錶系列，就大家都好開心啦。咁既然合作愉快，不如再下一城，大家再嚟揾啲嘢搞下啦，就決定咧就做咗一個珠寶系列。於是咧一口氣咧設計咗好幾個 fine jewelry 嘅 collection 啦。Monogram 呢個系列係最貴嘅，因為佢哋用咗最頂級嘅日本 Akoya 珍珠。頸鏈扣咧上面有3個英文字 RLR， 代表咗設計師 Ralph Lauren 同埋太太 Ricky 嘅簡稱。設計有啲似英國皇室成員嘅家族徽章。成個系列咧有頸鏈、耳環、心口針同埋手鏈，大約要250萬港紙。馬燈圖案咧一樣出現響珠寶系列 Equestrian 裏面。今次馬燈咧就變成咗鏈嘴、耳環同埋襟針，而呢一個鑲滿鑽石嘅馬頭咧都係同一個系列。為咗令到效果更加逼真，上面嘅鑽石咧係大小不一，咁先至鋪到馬嘅皮膚紋路。New Romantic 咧就係一個耳環系列，造型咧就好似古董水晶燈，分2個款式，其中一款咧可以拆開，下面嗰 part 咧係可以當襟針用嘅。Chunky Chain 咧係由好多個圈構成嘅一個好有層次、效果比較誇張嘅首飾。好似呢一個手鐲啦，佢雖然係由2 part 組成，但係點樣戴咧佢都唔會歪喎。
因為佢哋咧喺設計嘅時候已經計好晒位。如果你覺得成隻手鏈都係鑽石，好似好誇張，佢哋亦都有 casual 些少嘅 rose gold 版本嘅。嗱，每一次咧我去美國做嘢或者旅行咧，行程上邊咧總有一件事我會想做嘅，就係去 Ralph Lauren 嘅鋪頭啦。咁你可能會覺得吓，香港都有啦。